要来庆祝元宵，来看这新德县的北部乡呢，有一项传统活动。这在地人呢是用手刻这德公仔所做的火把去到附近的山头，就亲像是一条这火龙同款，代表为在地来祈福。今年呢，这报名的人数是头一届超过2000人，主办单位甚至搁找来捌上过这英国节目的这个表演团队伫现场表演，要把这项传统文化撒向国际。 把火把装伫倒仔4支卡，以倒头栽用卡带的方式快速登倒仔，精彩表演，互现场观众拢话有够厉害。这段表演过去捌上过英国选秀节目后，受到大家欢迎，也是今年北部元宵节的表演节目。非常棒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棒的一次。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不一样，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次。 环境不一样，观众不一样，我所在的地方也不一样。那带来的感动，我相信观众也是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心情。今年活动厅超过2000人来报名参加，民众手举德仔做的火把，经过北部的大街小巷了后上山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一只火龙，除了代表祈福，也有传承文化的意思。那我们游客来到这边可以制作属于自己一把专属的这个油缸火之外，那另外我们也安排了这个文化之旅，让游客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北部的在地文化。乡长指出，这项保留超过100年以上的活动，即马已经成做当地传统文化，希望让更较侪人以无同款的方式认捌北部，体验客家庄元宵节的文化特色。记者杜君豪，新店报道。